藍莓好有益，但係其實好多家長都喂錯嘅噃。好多人都認為新鮮嘅藍莓一定係最有營養嘅，但係唔講你唔知，有陣時急凍嘅可能更好啊。有研究指出咧，即刻摘完急凍嘅藍莓咧，係有效咁樣保存更多嘅多酚同埋花青素嘅。而相反地咧，新鮮嘅藍莓由於要經過採摘啦、運輸、上架，所以到你個口嘅時候咧，可能已經過咗幾日，甚至乎幾個禮拜，好多營養咧都已經被氧化或者甚至乎流失。而如果主人因為口感問題對新鮮藍莓係情有獨鍾嘅話咧，咁你就必須要識得揀啦。揀藍莓嘅時候咧，個面嗰度要有一陣白蒙蒙嘅果粉，先至係最少加工、最新鮮嘅。而好多家長咧以為呢啲係發毛，其實唔係嚟㗎。咁當你喺食之前咧，記得要洗乾淨。而好多時間喺洗咗之後咧，呢一陣果粉就會冇咗㗎啦。而喺呢個時候咧，就一定會有人問：咦，咁風乾或者凍乾又得唔得咧？其實咧喺風乾或者烘乾嘅藍莓入邊咧，好多時候因為溫度問題咧，都會導致營養流失咗嘅。咁至於凍乾咧，就要睇下本身喺凍乾之前個藍莓到底新唔新鮮，咁先至決定到佢可唔可以大幅度咁樣保存住個營養。所以咧，藍莓嘅好處非常多，但係重點就係點樣食得啱同揀得啱。如果大家想知貓狗點樣可以食得更加好，點樣可以更加好運用天然嘅食材嘅話咧，記得繼續分享同埋追蹤我嘅頻道啦。